嘉义的民雄是台湾第3大的王大产区，为4月开始就是金选王大采收的时间。民雄的农会嘛准备要来举办王大产业的推广活动，要让民众来食上重视的王大。甲做好的青梅甲王大加做伙，民雄农会研发王大的枝仔冰，希望替线内准备开始要采收的王大斗推销。王大合作社表示，今年王大品质算袂歹，拍卖价钱应该嘛真好。年的雨水目前来讲吼有较少出啦，所以你王大伊虽然性较无啥讲像头讲足大气的，但是伊的品质吼，各面甜度也是食路，拢总真好安尼嘿。嘉义县王大种植面积大约有1500公顷，是台湾第3大产区。清明过后，就是台农17号金选王大要大出的时间。农粮署就表示，台湾王大外销的状况愈来愈好，会带动国内王大继续走向稳定。整个外销日本的数量已经达到迄个7200多吨，这甲往年比较来讲数量增加足济。因为王大的外销若顺利，所以然后带动国内的绩效来提悬。像今仔日这个拍卖市场有这个14块甲17块，这个大斤1公斤是差不多将近22块呀，所以今年的绩效甲去年来比这个时期的绩效比去年较悬。嘉义县农业处表示，要外销的王大拢要符合相关的条件。去年外销日本有500多吨，今年阁有许多业者来加入，暗算今年的目标是600至650吨左右，希望透过外销的方式，替在地王大农民带来稳定的收入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